月影花香。呢一首詩唔單止好貼切咁樣描繪咗澳門20年代初獨特嘅園林景色，佢更係後來成為咗鄭家大屋後門樓上面嘅一副對聯。企喺作品上方呢位老先生就係鄭觀應，相信大家比較熟知咧，鄭先生係一位才華洋溢嘅思想家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，其實鄭先生嘅思想的確係影響咗好多偉大嘅後人。佢所寫嘅《盛世危言》於清光緒19年1893年正式出版，全書就貫穿住富強救國嘅主題，呼籲中國人要跟上現代化嘅潮流，對後世影響深遠。其中就有包括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毛澤東等等呢啲咁重要嘅歷史人物。冇幾耐之後呢，清末新政，辛亥革命爆發，喺危難嘅關頭，再靚嘅詩情畫意都不及擲地有聲嘅吶喊。可能係啲聲音太過刺鼻啦。聞說半個世紀之後，鄭家大屋嘅後門樓一度被分租咗出去，成為咗胡椒粉嘅加工廠。果然，文人嘅風骨都係辛辣嘅。不過過咗百幾年之後嘅今日，仍然唔變嘅係盛世危言依然閃爍住佢精闢嘅思想光芒，影響住一代又一代為中華崛起而奮鬥嘅優秀人才。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就有到訪過鄭家大屋，經過月門之下，我媽媽同我講，佢話佢嘅祖父係喺家宅嘅月門之下迎娶祖母。而嗰一個呢，係一個中國嘅傳統風格婚禮。